刚刚有没有记得培恩讲的那个经节是什么？他刚最后有讲一句金句，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的，凡事都能。跟你旁边人讲，靠着上帝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这个凡事都能，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就是耶稣做一个榜样，让我们学习，真的是靠着上帝，凡事都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4章1到11节。马太福音4章1到11节，来翻开您的圣经。好，我知道有些人圣经呢忘记带来，没有关系，我还是有准备。好，来，我们一起来读。虽然它是11节，但是我们来仔细的读。来，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读，来4章1节开始。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了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的人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在他到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拜我，我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我们接下来从这段经文来看一下，到底耶稣所面对的这个挑战，跟我们在生活中是否也会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应当依靠谁？在过年期间，其实有一个新闻一直在出现，这个新闻就是乐透彩的奖金，最后到多少？有18亿。如果今天有一个18亿的这个诱惑摆在你面前的时候，我相信人都会开始想，如果那个18亿是我的时候，我会做些什么事？从新闻报道里面，我看到有一些人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如果你得到这18亿，有人就说我要买房子，我要买车子，我要出国旅游，开始幻想了。这个金钱的诱惑已经让他们进入到他们的一个想象的空间里面。”让他们不知不觉堕入了一个陷阱里面，所以在那一个礼拜的相关的新闻里面，有人为了买彩券去抢人家的钱财，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方式。不过，却也有一些正面的新闻，也就是在桃园八德市的有个清洁队，有2名就是约聘的一个清洁队员。他们是政府的一个约聘的一个工作里面，他们的工作期间只有半年，好像到4月份他们就要结束他们的工作。在这个他的工作里面，他回收的一个床垫，这2名清洁队员发现了一包金饰，里面的金子、银子、金子很多的一些饰品，他们拿到了，估计市价大约有3万多块，也就是说他们2位清洁员的大概1个月的薪水。可是他们并没有据为己有。他反而交给长官，并且积极去寻找这个床垫到底是从哪一个家庭里面丢出来的。甚至在过年前，宜兰有位做资源回收的一个妇人，捡到了110万，他也原封不动的交到派出所去，让那个失主很快的就能够找回来。农历年的乐透彩的高额奖金，与拾金不昧的这个妇人，
其实显示出我们社会当中有不同的价值观。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金钱的诱惑只是其中的一项而已。我们每天其实都在面对着挑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个挑战，面对这些诱惑？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接受？这个接受并不是我们屈服于它，而是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它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如何来胜过这一切的挑战。如果从今天的经文第1节里面，我们来看一看，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到魔鬼的试探。我们知道，耶稣受洗之后，从约旦河起来。这里紧接着说，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看起来这个试探是摆在前面的，而且这个试探是一种属灵上的一个征战。撒旦想要在耶稣成为王之前，就想要把他扳倒，可是他却忘记了，他的计谋是无法得逞的。在受试探和胜过这个试探的过程里面，是主耶稣与这个撒旦魔鬼短兵相接。我们从刚刚的经文里面1到11节，看起来好像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对话，只是魔鬼撒旦提出一个建议，一个诱惑，主耶稣用一句话来回答他。但事实上，这却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征战，是一场关乎我们人类的一个生死存亡的一个征战。耶稣很清楚的知道，他的工作是要引导世人来归向上帝。那么这样的工作，耶稣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完成上帝所交托赋予他的这个使命？这就是耶稣所要面对的挑战。3个试探结束之后，并不代表没有挑战。如果我们从4福音书里面可以看得到，耶稣所面对的挑战，事实上是接着而来的。但是我们再看一次，耶稣当时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到魔鬼的试探。与其说那个试探摆在眼前，是撒旦主动提出来的，倒不如说是耶稣他主动前去迎接挑战，而且是由圣灵的带领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撒旦是要试探主耶稣，但是主耶稣接受试探却不被影响。他是主动的向前去迎战，为的是要维护上帝计划的一个进行的一个顺畅。在这一段耶稣受试探的过程里面，魔鬼是有计划的，他是有系统的在攻击。他从物质、属灵的信号，到关乎他最大的一个使命的一个达成，就是要使这万国万民都得到这救恩的福音。魔鬼用渐进式的方式来试探耶稣。他禁食40昼夜，后来饿了。耶稣是人，他降生为人，在旷野里面禁食40天之后，他饥饿的感觉出现了。我们知道，我们人要是饿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饮食来维持我们肉体这个生命迹象的一个需要。所以魔鬼就这样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我们来想想看，我们用白话一点来说，其实魔鬼是对耶稣这样说：你现在身体饿了哦，你不单单只是个人，你也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的后裔，在你里面有神的本性，你也有神的能力，所以你可以利用这种神的一个本性和能力呢，来满足你肉体上现在你饥饿的这个需要。而且啊，就自己就可以决定了，你不需要再问上帝说我可不可以这样做，因为你本来就是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有属灵的这种属神的一个本性的时候，你就用你的能力把眼前的这些石头变成饼来吃吧，让你饥饿的这个肉体呢得到满足。你做了吧，你现在很饿了，用你的行动来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神也是人，
在基本的生存条件上面跟我们一样，他需要食物来维系肉体的一个需要。不过我们知道，耶稣是人子，我们从他接下来的对话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他拒绝魔鬼的试探，在旷野中留下我们在面对试探、面对挑战的时候的一个榜样。饥饿的感觉，它不是一个错误的感觉，它是一个真实的感觉。饼也不是一个无用的东西，它可以满足肉体的需要。但是耶稣清楚地表示，若违背上帝的旨意来吃这些东西，倒不如还挨饿比较好。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耶稣的回答算是很简单的，可是我会想说，耶稣的回答可能会这样说：我不是忽略了上帝的旨意，利用神本性的这个能力来满足我现在饥饿肉体的需要。我是神的儿子，我不能脱离与神的关系，单独的行动。作为神的儿子，最重要的是顺服。现在圣灵带领着我来到旷野，要我经历并体验这种饥饿的感觉。我绝不改变上帝给我的这种处境。我不单单只有靠着食物才能活，我要用上帝的话语作为粮食。上帝的话语是我生命的根基。上帝的话语与其他的话语不同，它是有生命的。上帝的话语会培育出我们的生命，建立我们的信心，会产生改变，并且能够击败魔鬼，施行神迹，医治创伤。它也使我们能有上帝的一个品格，它也能够改变我们的环境，它可以传递喜乐平安，它可以让我们去克服逆境，战胜试探，充满着希望。如此看来，若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我们可以明白知道，上帝的话语我们要看得比食物还要重要，我们要看得比我们的生命所需还要重要。约伯说：我看他口中的言语胜过我的所需。在这个试探过后，他进入了第二个试探。耶稣以信心选择挨饿受苦，来维系与上帝属灵的关系。在第一个试探他赢过之后，战胜以后，其实那种饥饿的感觉依然还是存在。魔鬼就再一次的试探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魔鬼的意思是说，要耶稣在属神的这个本性和拥有肉体这之间，运用肉体来做出一种属灵，也是你是神的一种完美本质的一个表现。魔鬼像是在说，你既然在回答第一个试探的时候，宣告了你对上帝的忠诚与信靠，那么你现在应该用你的信心做一些英勇而很奇妙的一些事情吧。你从殿的顶端跳下去，让我看看你是多么的信靠上帝。经上不是有记载着说吗？上帝会命令天使用手来托住你，不会使你的脚碰触到石头而受伤。耶稣的回答，他说：不必了，我的信靠是一种完全的信靠，不需要借着做神迹奇事来证明。经上也有记载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耶稣不肯行神迹奇事，耶稣知道这是一条失败的路。你若行了神迹奇事，它是一个失败的。只有完全依赖着上帝那个真正的信心，而不是依赖着神迹的信心。上帝的拯救能力不是随意可以试验的。那么完全的信靠是一种安静的等候。若是一直寻求神迹，我想你内在有一种不安，它不是一个真正信靠上帝的一个表现，反倒是一种不相信的表现。在世上，我们都会有困境，没有人能够避免困难，或是不会受苦。没有人能够一帆风顺的过一生。我们要知道，每个困难的背后
都有上帝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去学习、去成长。而且上帝借着困难使我们亲近他。也就是说，当你内心忧伤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你觉得最痛苦的时候，我们只有转向上帝。上帝在旧约时代，他可以使约瑟不被关入监牢里，他可以帮助但以理不会掉到狮子坑里面，他也可以让使徒保罗避开他所发生船难这种沉船的困难当中。但是上帝让这些苦难都发生了。苦难发生之后，这圣经里面记载着这些人物反而更加的亲近上帝。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做？困难不会自动成就上帝要在你身上的一个目的。有很多人因此没有因为遇到困难而成长，反而变得比较苦毒，反而变得比较消极。不管你的困难是由什么引起的，没有上帝的许可，你所遇到的困难它不会发生。所以我们要记得，上帝的计划总是美好的。跟你旁边的讲，上帝的计划是美好的。所以我们不要专注在自己的困难或问题上面。曾经在纳粹集中营里面有一个叫彭科利的，他在历经纳粹集中营里面的苦难之后，他写了这一段话。他说：“定睛于世界，便会让你失望；注视内心，便会沮丧。但若仰望基督，你就可得安息。”当你只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被这世界的荣华富贵、是非对错所影响，你就会非常的失望。但是如果你又注视在自己内心里面，只在乎自己的时候，你便更加的沮丧。但是我们只有仰望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内心才有那样的一个平安，才有那样的一个喜乐。所以当我们遇到困境或难处的时候，我们不要问说：“上帝啊，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件事？为什么是我？”我们反而要问上帝：“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然后信靠上帝，继续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在耶稣被试探的第二个之后，紧接着而来有层次的上面的提升，从个人的需求，到个人内在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以及到最后的第三个试探，是耶稣要完成这个使命，要得着世上的万国万民。魔鬼最终的目的，就是要阻止耶稣成就上帝要赋予耶稣的这个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包括传道，我也是一样。当我完成一件工作之后，当我可能赢得一个胜利之后，我就会觉得说，我可以来做更大的事情。魔鬼深知人的这个弱点，他以为耶稣在赢得物质和与神的信靠这个关系的胜利之后，他再度的来挑战，再度的来试探耶稣。他向前来对耶稣这样说：“他说，你若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把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富贵都给他。”但是耶稣很清楚的、明白的回答。其实魔鬼的意思，他是说：很好，你前面虽然赢了我2次，你是一个蛮厉害的人，可是你现在到这个世界上，你一个最重要的工作来了，就是这世界上的万国，你是为了这些而来的。你现在只要向我一拜，向我跪拜，这些东西你所看见的，你就可以完成了。耶稣虽然看见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富贵，但是耶稣也看见世上的这个万国正处于邪恶与毁灭之中。耶稣从出生受洗的时候，他就知道拯救万国的唯一途径，就是要走向那十字架上的道路，受苦流血，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魔鬼用这样的一个万国的做最大的一个挑战的时候，我想耶稣在那个时候应该是用一个非常坚定而且充满权柄的声音这样说：撒旦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你的主上帝，单要侍奉他。耶稣所要表明的是，我的权利已经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得到了确定。我领受这样的一个权利，是要按着上帝的旨意，从上帝的计划当中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万国万民的荣华富贵。你要我向你下拜，你就可以把这些给我吗？耶稣告诉魔鬼，我如果把你赶走了，我可以才能真正得到上帝所这个计划当中的万国。所以耶稣用撒旦你退去吧，是在宣告他的主权。耶稣再一次的以上帝的旨意为中心，为的是要让我们学习那种完美的一种模范。耶稣在这3个试探当中，其实他是完全以人的一个身份和角度来回答魔鬼的试探。耶稣是引用记载在上帝的话语的记载在世上的这些经文里面，是上帝所赐下的话语。耶稣不是用神的方式，他是用人的方式顺服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去学习人若遵行上帝的话语，可以胜过许多的试探。我们把最后那一句“人若遵行上帝的话语，可以胜过许多的试探”，我们大声的讲一次。来，请人若遵行上帝的话语，可以胜过许多的试探。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试探很难以去抗拒，但是这是谎言，是魔鬼在你心中放下的一个谎言。不要忘记，其实上帝已经应许了，不会让你超过放在你身上的那个试探，因为上帝已经把那个赢过试探的力量放在你的心里面，放在你的人里面，放在你的脑海里面。他不容许你所受的试探大过于你所能担当的。撒旦不必去诱惑那些已经跟随他作恶的人，因为这些人已经属于撒旦。试探是我们人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所要去面对的一个正常的现象。不要因为试探而惊讶或气馁。受试探不是犯罪，耶稣被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只有当我们降服于试探的时候，试探才会成为我们的罪。不要因为试探而害怕。耶稣在旷野被试探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模范，就是每当撒旦提出试探时，耶稣就用圣经来反击。当撒旦引诱耶稣用那个属于神的大能来满足个人的需求的时候，耶稣没有用辩论的方式来与撒旦争论。他没有说我不饿，或说我可以的，没有问题。耶稣单单只用圣经。我们也是需要这样子的来学习耶稣所做的一切。我们要明白，上帝的话语是有极大的能力，是撒旦所惧怕的。当撒旦对你提出试探的时候，我们不要与他争论，因为他比你更加的擅长。他已经经过这几千年里面，他已经很厉害了。我们不能用人的思维逻辑使撒旦退去，但是我们可以学习耶稣，用真理，也就是上帝的话语来击败他。因此，熟悉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你可以用经文立即来回应，就像耶稣一样。有时候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会面临一些挑战，我们会面临一些行为上的错误。但是若有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赢过这一些。传道的小孩伯恩、陈恩，一个6岁读小学1年级，一个4岁多，他们不管在家里在外面，
有些时候行为会出现一些偏差，有些时候言语上会出现一些偏差。所以在去年底开始，我们让他开始读神的话语。最近在1月的时候，他们背诵经句，背诵到马太福音5章13节到16节。13节到16节的经文是：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就无法使它再咸。它已成为废物，只好丢弃，任人践踏。你们是世界的光，建造在山上的城是无法盖起来的。没有人点亮了灯放在斗底下，一定是放在灯台上，好照亮全家。同样的，你们的光也应该照在人的面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来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当他们行为出现偏差的时候，我们会把他叫过来说：“你刚刚为什么会这么做？”可是他们通常回答不出来，我们就用这一段他们背诵过的经文，要他们2个兄弟把它背一遍。他们背了之后，我就用16节里面：“你们有让人家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吗？”他们就可以马上的警醒。所以大量的背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会让我们在言语行为上，我们会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要记得，上帝会用困难来让我们学习拥有上帝的一个本质。上帝的本质听起来好大，但是如果我们从加拉太书里面圣灵的果子，这9种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来看，我们一个人要拥有这样的一个9种的特质，好像很困难。可是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上帝会让我们遇见困难，来拥有这样的一个上帝的本质。例如，上帝将不可爱的人放在我们四周，就是要来教导我们如何去爱人。在忧伤中，当我们转向上帝，上帝会教导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喜乐与平安。当我们陷入忧虑、惧怕的时候，我们选择信靠上帝，就会得到真正的平安。这就是上帝让我们去面对困难、面对试探、诱惑的时候，放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目的。各位弟兄姐妹，上帝是信实的，是丰盛的，是全能的。因此，我们在对于我们要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不用害怕，我们反而要像耶稣一样，积极的、主动的、勇敢去面对这样的一个试探，主动的向前去接受挑战。不是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想法、能力，而是要用上帝的话语，因为我们所依靠的是从上帝那边而来的一个力量。所以每当我们胜过一个试探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像耶稣了。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不是再一次的说为什么是我，而是要问上帝，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我邀请各位把眼睛闭起来，去想一想，在过去你的生命当中，你所遇到的困难里面，你是否常常用自己的想法去解决，用自己的经验去解决？在这边，你要跟上帝说：“上帝呀，感谢你让我遇到困境，因为我知道这是你要我学习成长的机会。”所以在这边，我们要学习说：“上帝，你要我学什么功课？上帝，你到底要我遇到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要学习什么样的功课？”我相信，在此时此刻，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此时此刻，你都有一个困难在你眼前。你可能很烦恼着，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突破？你可能很烦恼着，我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我要找寻什么样的资源，我才能赢过这个困难？将你这个困难摆在神的手中，
你现在开始跟神说：神啊，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再一次的与神立约，说我要用你的话语来作为面对挑战的依靠。所以要用上帝的话语来做面对挑战的依靠，我就要来读你的话语。我每天都要有分别出来的时间来读你的话语，不管我有多忙，我都要读你的话语。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他说：我若要工作加倍的时间奉献给神，他用神的话语来作为面对挑战的依靠。我要每天读你的话语。当你最常面对的试探是什么？你觉得在这个试探当中，你可以培养出有哪一种耶稣基督的一个特质？在心中再一次的说：上帝，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我全然相信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时刻，我们都会面临到不一样的困难。你让我们学习的功课也都是不同的。我们要学会用你的话语来面对、迎接困难、试探。我们要主动的向前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知道有你的话语做我们的依靠。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一次遇到不论大大小小困难的时候，我们都要问上帝：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我们不再说为什么是我。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日夜思想的都是你的话语。当我们看不见眼前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知道，主耶稣，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全然相信。